在100多年前，吴威廉牧师夫妇远从加拿大到台湾宣教，不遗余力，贡献良多。牧师娘音乐造诣深厚，被称为北台湾教会的音乐之母。她带出很多杰出的音乐家、圣乐家。她也被称为圣歌队之母，因为圣歌队是从她开始提倡的。话说当时威廉牧师，他有一个构想，想将宣教中心及牛津神学院从淡水移到台北。以现在的发展，我们会觉得他非常的有眼光。但是当时这个构想，他被骂翻了，甚至被咒诅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的台北最热闹的地方是大稻埕或者是艋舺，而台北的双连只不过是一个遇到下雨就会积水的低洼地。也因此，威廉牧师每天遭受批评攻击，心中非常的难过，所以他流着眼泪告诉牧师娘要带牧师娘回加拿大。有一天，当威廉牧师讲到回到家里，看到桌上有一封信，上面有一首诗，是这样写着：你若欠亏真失望，我就尽力来帮赞。牧师看完了非常的感动，抱着牧师娘痛哭，然后他们一起跪下流泪祷告。后来牧师娘就将这首诗谱写成曲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吟唱的《咱决意三听》。上帝就是听，上帝爱咱彼此三听，真做一个有听的教会，咱决意三听，愿圣神来帮咱。